未來預演，作者 Dr. Joe Dispenza， 第11章，修剪舊習慣，面對它，觀察它，處理它。第2週，你想改變的是你自己的那個部分，好讓你能在現實中逃開不必要的傷痛和苦難。比如放下你熟悉的個性，或改變你制約化的思考模式，或修正你常規性的生活方式。只要找到源頭，坦誠面對，就能改寫既定的命運。第2週要加入的是修剪舊自我的那些習慣，那就是你之所以是你的那些習慣。一共包括3個步驟：認知、承認及宣告，然後順服。首先閱讀這些步驟的所有相關內容，並回答相關問題，然後至少投入1週的時間，在每天靜坐中，先從引導開始，再進行這3個步驟。當然，如果你覺得自己需要花比1週還要久的時間才能掌握一切，也不要緊。步驟2：認知，認清問題。要修正任何事情的第一個必要動作，就是了解哪裡出錯了。你必須要先知道問題所在，然後才能使上力。許多有過瀕死經驗的人都說，他們經歷人生回顧，在其中就像看電影一樣，他們看到自己所有隱蔽和公開的行動、表達和壓抑的情緒、公開的和私人的想法，以及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態度。他們看到自己過去的樣子，以及他們的想法、言語和行為是如何影響了他們人生的每個人、每件事。在瀕死經驗之後，他們通常會說，對自己有了更好的理解，也從此更希望讓自己生活得更好。因此，他們看到新的可能性，以及在任何機會中讓自己有更好的做法。在用真正客觀的角度審視自己之後，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改變什麼。認知就像是每天進行一次人生回顧。既然你腦中已具備所有設備，可以注意你正在做怎樣的人，那麼為何不在你死之前就開始反思，讓自己就在這一世裏得到重生？透過練習這類的覺察，可以幫你推翻本來可能成為你頭腦和身體的預定命運，也就是潛意識裏那些被奴役的自動性的固化程式，以及從化學上制約身體的記憶情緒。只有當你真正有意識地去覺察，才會開始從渾渾噩噩的夢中醒來。你的主觀意識要從過度使用及極端的情緒狀態中抽離出來，才能在沉穩、安靜、內心和放鬆的狀態下，辨識出舊自我的習慣。你的心境已經不一樣了。現在你已經從那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迷失自我中釋放出來，而當你以觀察者的角度看見你一直以來的樣子，就會對人生產生真正的渴望，因為你真心想要創造一個更好的明天。當你發展出反省與自我觀察的技巧時，代表你正在培養一種能力，把意識從定義舊自我的潛意識程式中分離出來。當意識從舊的自我轉變成一個單純的觀察者，就能解開你跟舊自我的牽絆。而當你透過後設認知的技巧，即透過壓抑觀察你是誰的能力，認識到你一直以來的樣子，你的意識首度不再受困於無意識的程式裏，你以前的無意識舉動將會變得有意識。而這是邁向個人改變的第一步。開始自己的人生回顧，為了發現及探索舊自我的各個層面，找出哪些你是想要改變的，我們必須提出一些與壓抑有關的問題，寫下來，花點時間問問自己以下這些問題，或者其他任何你能想到的相關問題，並且寫下答案。一直以來我是個怎樣的人？2. 我表現給外在世界看的自己是什麼樣子
假面的我是什麼樣子？3. 什麼是我內心真正的樣子？真正的我是什麼樣子？4. 有沒有一種感覺是我每天都會一再經歷，甚至掙扎對抗的？5. 我最親密的朋友和家人會怎樣描述我？6. 關於我自己，有沒有什麼是我一直瞞着其他人的？7. 我最需要改善的個性是哪個部分？8. 我最想改變自己的一件事是什麼？選擇你想要解除記憶的一種情緒。接下來，選擇其中一種讓你難受的情緒狀態和受困的心理狀態，這是你很想要除掉的一種舊自我的習慣。由於記憶情緒會制約身體成為潛意識心，這些自我設限的情緒會影響你的自動化思考過程，而自動化思考過程則會打造你的心態。接着，心態會影響信念，關於自我與人事物的關係，而這些信念則會導致了你的個人觀點。以下列出的每種情緒都源自於求生存的化學物質，都會強化對自我的控制。大多數人看着這些例子都會說，我可以多選幾個嗎？但我建議你一開始一次只處理一種情緒，這是非常重要。此外，不管就神經學或化學來講，這些情緒都有連帶關係。比如說，你有沒有注意到，當你生氣時，你也會覺得沮喪；當你沮喪時，也會感到憤恨；當你憤恨時，你會想批判；當你批判時，你會妒忌；當你妒忌時，你會缺乏安全感；當你缺乏安全感時，你會增強好勝；當你增強好勝時，你會更自私。所有這些情緒都是由相同的求生存化學物質組成，而後才激發出互相牽連的心理狀態。反之，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心靈和情緒的高昂狀態。比如說，當你快樂時，你會充滿愛；當你充滿愛時，你會覺得自由；當你覺得自由時，你會感覺到受啟發；當你受到啟發時，你會富有創造力；當你有創造力時，你會更勇於冒險。諸如此類，所有這些感覺都是由不同的化學物質所驅動，進而影響你的想法和行為。讓我們以憤怒為例來說明，這是一種你可能會選擇去處理的常態性情緒。當你從記憶中解除憤怒，你內心那些自我設限的情緒也會逐漸減少。如果你變得更少生氣，你也會更不容易沮喪，更不輕易去批判或妒忌。好消息是，只要你這樣做，就會慢慢馴服身體，讓它不再無意識地扮演潛意識心。因此，當你改變其中一種自我毀滅性的狀態時，身體就會比較不容易失控，並將連帶改變其他許多人格特質。觀察這種不良情緒會讓你產生什麼感覺？接下來閉上眼睛，想想看，當你心中升起這個特定情緒時，會是什麼感覺？如果你能觀察到自己被這種情緒征服，再留意一下這種情緒會讓你身體產生怎樣的感覺。不同的情緒會跟不同的感官知覺彼此相關。我希望你能覺察到所有這些身體的徵兆，比如說你的身體變熱、煩躁、心神不寧、虛弱、滿臉通紅、垂頭喪氣或者肌肉繃緊嗎？用你的心去掃描你的身體，留意在哪個部位你感覺到這種情緒。如果你的身體沒有感覺到什麼，也沒有關係，只要記住你想要改變的情緒就可以。你的觀察隨時都會改變它。現在要開始熟悉你身體的狀況。你的呼吸改變了嗎？你的身體是否哪裡疼痛？
如果有的話，那麼這種疼痛跟哪種情緒有關？你就只是去注意生理當下所發生的事，不要逃避，要跟它共存。你身體那裏一團團不同的感受組成了一種情緒，你將之命名為憤怒、恐懼、悲傷或任何一種可能的情緒。所以我們要反向回推，創造出這種負面情緒的那些感受及身體感覺。你要放任自己去感受這種情緒，不要被任何人或任何事打擾，不要採取任何行動或想要把它趕走。所有你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要逃避這種感覺。你藉由愛咗的事物，試圖驅走這種讓你難受的情緒。但現在你要與你的情緒共存，去感受它，如同感受一股身體的能量。這種情緒促使你用你所知道的一切去鑄造一個身份，因為這種感覺，你創造出一個外界需要的理想自我，但不是你需要的理想自我。這種感覺告訴你，什麼才是你真正的樣子，承認它，這是你所記憶的個性的諸多面具之一。它從一種情緒反應開始，到發展成為你生活中的一個事件，從一個情緒發展成一種氣質，最後創造出你的個性。這種情緒已經成為你對自己的記憶，它對你的未來毫無建樹，因為你對它的依戀意味着你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被過去所束縛。如果情緒是經驗的最終產物，那麼每天懷抱着一樣的情緒，會讓身體誤以為你的外在世界一直保持着相同的狀態。而假如你的身體被制約去一直重複體驗相同的遭遇，你將永遠無法進步和改變。倘若你每天都以這種情緒生活，你就只能活在過去，以過去的方式思考。定義與情緒相關的心理狀態。接下來問問自己這個簡單的問題：當我有這種感覺時，我的想法是什麼？比方說，憤怒是你想改變的其中一個人格特質。問問你自己，當我覺得憤怒時，我的心態如何？答案可能是控制或仇恨，也可能是驕傲自負。同樣的，如果你想克服的是恐懼，你可能要解決的感覺是不堪負荷、焦慮或絕望的心理狀態。至於受苦的情緒，則可能會產生受害、抑鬱、懶散、怨恨或渴求等感覺。現在，當你有這樣的感覺時，你必須覺察到或記住自己的想法。這種情緒引發了什麼樣的心理狀態？這種感覺會影響你所做的一切。心理狀態代表的是一種態度，由下意識建檔的記憶感覺所驅動，而態度則是連結到某一種感覺的一系列想法。這是一種想法和感覺，感覺和想法的往復循環。因此，你必須去界定你的神經性習慣，它們都受到特定的情緒引所左右。現在你已經確定你不想要的是那種負面情緒，以及與之相應的你想要解除記憶的心理狀態。但記住，在整合這所有一切進入每日的靜坐課程之前，你還有幾個步驟要細心閱讀。第11章功課，寫下來，選擇一種主要定義你這個人且你想要解除記憶的情緒。你所選擇的情緒有可能不在下面的列表中。請記住，這個情緒字眼之所以會對你有意義，是因為它是你所熟悉的感覺，這是你想要改變的一部分自己。我建議你把所想到的情緒寫下來，因為你將會在這個步驟與之後的步驟面對及處理這個情緒。求生情緒的幾個例子：不安全感、仇恨、批判、受害感、憂慮、罪惡感、沮喪、羞愧、焦慮、後悔、痛苦、挫折感、恐懼、貪婪、悲傷、厭惡、
妒忌、憤怒、怨恨、自貶、貧乏等等。寫下你想要把它從記憶中解除的負面情緒是什麼？第11章功課，寫下來。當你發覺到你想要改變的某種情緒浮現時，對你當時心裡是怎樣想的，亦即是你的心理狀態。要變得有所覺知，你可以從下面列表中選擇，或者自行填寫答案。這種心理狀態跟你先前所選的要改變的那種負面情緒有關，但極可能你會發現這種情緒跟不止一種心理狀態有關，因此你可以把跟你有共鳴的多種心理狀態圈出來或寫下來。你即將在接下來的步驟處理這些狀態。受困心理狀態的幾個例子如下：爭強好勝、不堪負荷、抱怨、推卸責任、困惑、分心、自憐、絕望、貧乏、過於理智、自尊自大、害羞、膽小、內向、需要被肯定、欠缺自信、過度自信、懶散、不誠實、操控、欺騙、自我膨脹、情緒化、衝動冒失、渴求、無法自拔、敏感、遲鈍等等。你覺察到的心理狀態是，你大多數的行為、選擇和行動都可以跟這種感覺畫上等號，因此你才會用可預測的常態方式去思考和行動，無法開創另一種新未來，只能活得越來越像過去。該時你拿下有色眼鏡片的時候了，不要再經由過去的濾鏡來看待現在的生活。你的任務就是要跟這些情緒化的態度共存，不做任何事，只是觀察它。步驟3：承認與宣告。承認你的真我，而不是你展現在其他人面前的樣子。允許你的脆弱，你就能突破感官的界線，重新將自己介紹給賜予你生命的宇宙意識。你發展出與這個更大智能之間的關係。你要告訴他你一直以來的樣貌，你想要改變的是哪個部分，以及承認你一直在隱瞞的一切。坦然面對我們真正是誰和過去的錯誤，並要求被接納。這對我們人類而言，這是最具挑戰性的事情之一。想想看，小時候當你不得不對你父母、老師或朋友坦白時，你的感覺如何？現在你已經長大成人，這些內疚、羞愧和憤怒的感覺改變了嗎？很有可能你仍然在經歷這些感覺，但也許沒有那麼強烈了。為了達成步驟3，我們必須向更高的力量，而非另一個同樣不完美的人類，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失敗。因此，當我們向自己和宇宙力量坦然承認一切時，情況應該是不處罰、不批判、不操縱，沒有情緒性的自暴自棄，不怪責、不計得失、不否決，沒有失去愛、不咒罵、不分異同、不排斥。先前人類所有的行為都是從神的舊典範中所衍生出來的，這些舊典範已經被濃縮成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的模樣，完全只顧自己的想法，浸淫在好與壞、對與錯、正面與負面、成功與失敗、愛與恨、天堂和地獄、痛苦和快樂，以及恐懼與更多的恐懼的這些概念之中。這樣的傳統模型必須處理，因為我們必須以一種新的意識進入這種更偉大的意識之中。這個謎一樣的力量可以被稱為先天智能、氣、神聖的心靈、靈魂、量子、生命力、無限的心靈、觀察者、宇宙智能、量子場、無形的力量、生命的父母、宇宙能量或者更高的力量。
不管你叫它什麼，你必須將這種能量視為你內在與身邊無窮的力量來源，在你整個人生中都能夠加以利用，並以此創造。這種能量是帶有意圖的意識以及無條件的愛，它不可能會批判、懲罰、威脅或排斥任何人或任何東西，因為如果它這樣做了，這些事情就會加諸在它本身之上。它只會給予愛、同情和理解。它已經知道你的一切，你必須盡力去了解和發展與它之間關係。從你被創造出來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觀察你，你是他的一個延伸。他只是在等待，以充滿希望、讚賞和內心的姿態。他只希望你能快樂。假如你在不該快樂的時候快樂，那也沒關係，因為他就是這麼愛你。這種自我組織的無形場域所具有的智慧，超越了我們能理解的範圍，因為它存在於一個相互交織的能量矩陣裏，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所有時空維度中延伸。它記錄了來自所有生命的想法、願望、夢想、經驗、智慧、進化與知識。這是一個巨大、無形且多維度的信息場。他所知曉的遠遠超過你我所做的，即使我們認為自己已知道他所有的一切。他的能量可以比喻成多層次的頻率，並且像無線電波一樣，每個頻率都攜帶着訊息。所有在分子層級上的生命，他們震動、呼吸、跳舞、發光、生起熠熨。他對我們所有的意念和企圖都會全盤接受和包容。我們都想要快樂活着，所以每天都向宇宙要求快樂。但是你已習慣了受苦的記憶狀態，你整天抱怨，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對你的這種感覺負責。你為自己找藉口，悶悶不樂，經常自憐自艾。其實你知道嗎？你大可宣告所有你想要的喜樂，但你卻一直在表明自己是個受害者。你的心靈和身體彼此對立。這一刻你以某種方式思考，卻在其他時候以別種方式作為。因此，你能否虛心並真誠地承認你一直在假扮着誰？你一直隱瞞了什麼？你想要改變你自己的哪個部分？讓你在現實中創造出相關的經驗之前，就能夠消除不必要的痛苦和苦難。暫時清空和放下你所熟悉的個性，帶着喜樂和敬畏敲開無限的大門。這樣做，你會比因為你的個性而被一再重複的命運弄得支離破碎更有助於改變。所以我們要在樂喜中改變，而不是在痛苦中改變。第11章功課寫下來。現在閉上眼睛，沉靜下來，看盡這個無盡的心靈，並進入自己的內心，開始告訴他你一直在扮演着誰。透過內在對他真誠的傾訴，跟賦予你生命的那個偉大意識建立起關係，跟他分享那些盤踞在你內心已久的故事細節，把你所想到的一切寫下來，然後逐步驟中將會很有用。你可以向偉大意識坦誠的事，比如我害怕戀愛，因為傷不起；我假裝開心，但其實我很痛苦，因為我好孤獨。我不想要任何人知道我很內疚，所以我說了謊。我欺騙大家，讓他們喜歡我，這樣我就不會覺得自己沒人愛和沒價值。我無法停止自憐自艾，我整天想的、做的和感覺到的都是如此。我不知道怎麼用其他方式去感受。我覺得我大半個人生都很失敗，所以我要更努力來獲取成功。除了以上列的，我還要坦誠的是寫下來。現在花點時間回顧一下你所圈選及寫下的內容，所有你想要向偉大意識承認的一切。宣告：承認你帶有自我設限的情緒，
在靜坐這部分，你要大聲說出你一直在扮演誰，以及你一直以來所要隱瞞的事。你要說出自我的真相，讓過去去安息，並消除你的外在假面具和內在真我之間的距離。你要摒棄你的假面，放棄去假裝成另一個人的所有努力。通過大聲宣告自我的真相，你就打破了對所有外在因子的情緒糾結、協議、依賴、依戀、束縛和沉迷。在我舉辦過的各地研討會中，這是所有步驟裏最困難的部分，因為沒有人會真的想讓其他人知道他們的真面貌。他們希望繼續維持自己表現出來的樣子，但是正如你所學到的，要持續這種虛偽形象需要花非常多的能量。現在你需要把這些能量釋放出來。請記得，既然情緒是一種運行中的能量，因此外在生活中你所經歷和互動的一切都帶附着一種充滿能量的情緒。基本上我們都有一種超越時空的能量，將我們跟某些特定的人事物結連在一起。因此你生活中的每個人事物都連結到某種情緒認同，而你也透過一個個帶有不同個性的小我 ego 來記憶你自己。舉例來說，如果你恨某個人，那種仇恨會讓你的情緒依附在其他人身上。這種情緒建結會把這個人留在你的生活圈子裏，讓你可以感受到仇恨，從而加強你某方面個性的能量。換句話說，你利用了這個人去讓自己沉迷於仇恨之中。順便一提，現在你應該很清楚，仇恨的情緒除了會對你造成傷害之外，沒有任何益處。當化學物質從大腦釋放到你的身體時，你是真實地在恨你自己。在這個步驟，大聲說出關於自己的真相，會使你有足夠的能力去擺脫仇恨，以及遠離外在實相中一直在提醒你去做假面的人事物。如果你還記得我們先前討論過的差距，你就會明白，大多數人都是依賴環境來記住自己是那個某人。因此，如果你已經讓情緒成為一種記憶，成為你個性的一部分，並已對它成癮，那麼當你宣告自己在情緒上一直在扮演誰時，你就會將這些能量從人事物的情緒建結中換回來，並釋放它。你這種有意識的聲明會將你從舊日自我中釋放出來。此外，藉由聲明你的不足，並有意識地揭露你一直隱瞞的一切，你的身體也會掙脫潛意識心的扮演角色，從而消除假面與真我之間的差距。一旦你大聲用語言表達出自己一直在扮誰，就釋出了受困在身體裏的能量。這股能量將成為你稍後在靜坐中的自由能量，可以用來創造新自我和新人生。還要記住，你的身體當然不會輕易妥協，你的小我會自動隱藏這種情緒，因為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的真相。他想繼續掌權，僕人成了主人。然而身為主人的你，現在必須讓僕人知道，先承認先前的失職、無意識以及缺席。你的身體會不想放棄控制權，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不相信你。但是如果你開口不顧身體的控制而大聲說出來，身體就會開始感覺到輕鬆和釋然，而你將開始拿回主導權。這就是你定義真實自我的方法，與任何外在的環境都無關。你正在切斷與外在世界所有元素之間的能量建結。如果承認是一種內在的確認，宣告就是對外的通知。你想要宣告的是什麼？現在你可以將步驟3與前面2個步驟合併起來，做成一個流暢的過程。比如說，你想要改變的情緒是憤怒，此時你可以大聲說：我這輩子一直都是個憤怒的人。請全程記住，你所要宣告的這個目標，在你這周的靜坐課裏，每當你閉眼靜坐時，你都會張開嘴巴，
輕聲說出你所宣告的情緒、憤怒。當你準備要做以及正在以言語表達你的宣言時，你的感覺可能會不太好，那是你的身體在制止你，但不論如何，你都要去做。最後，你將會被啟發、被振奮及被激勵。進行這個步驟時，要明快、鬆容、輕鬆，不要過度去分析你所做的事，只要明白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別忘了，現在的你還沒有準備好開始進行第2週的靜坐課程，還有下一個步驟等着你看完。不過現在你已經認知到有一種你不想要的不良情緒，以及你想要解除記憶的對應心理狀態。還有也在內承認它，並向外宣告。接着你需要再閱讀一個步驟，然後你就可以把這4個步驟整合起來一起，開始你的第2週靜坐課程。步驟4：信服。信服，服從那個偉大的力量，允許它來解決你的限制。信服是本章最後一個步驟，在此階段你要修剪掉那些讓你成為你的習慣。大多數人面對放手，讓他人或他物主導的想法，應該都會很掙扎。但你要提醒自己，你所要順服的是萬物的起源，無窮的智慧，如此應該會讓這個過程更容易進行。愛因斯坦說過，我們不可能在產生問題的同一意識層面去解決這個問題。你自我設限的心理狀態對你的局限性要負很大責任，而你一直沒有找到解決方法，所以為什麼不找尋更偉大、更有智慧的意識來幫助你克服這個方面的自己呢？因為這個無邊無際的可能性存在着所有的潛能，你謙卑地請求他，以有別於一直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來消除你的局限性。由於你一直想不出改造自己的最佳方法，而且至今你為了克服問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沒有奏效，所以是時候去尋求一個偉大智能的幫助了。你的自我意識永遠無法看到解決的方法，它一直浸淫在情緒能量的困境中，因此它只能用那種程度的方式去思考、反應和感覺，出來的結果是大同小異。你的改變將會從另一個客觀心靈的角度，不受限制地去執行。他從來不會用你的觀點來檢視你，他會覺察你想都沒想過的潛能，那些你之前一直望着可以預見的方式來回應生活而無暇顧及的能力。然而，倘若你聲稱已順服於這個客觀意識的援助，卻仍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想要他幫助你在人生中改變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你的自由意識將會阻礙他的努力。許多人都犯了這個錯誤，因為我們會重新試圖以同樣的無意識、習慣性和方式來生活，或是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成了自己的絆腳石。事實上，很多人通常要等到自己筋疲力盡，無法再繼續一切如常後，才會懂得順服及求助。你不能一面順服，一面又試圖去控制結果。順服要求你從設限的心靈中放棄你自認為知道的一切，特別是那些你用來處理人生問題的信念。真正的順服是要放下自我的控制，相信你從來沒想過的結果，並允許這個全知與充滿愛的智能接手，提供給你最佳的解決方案。你一定理解這種無形的力量是真實的，完全意識到你的存在，並且完全可以觀照到你這個人的各個層面。一旦你真心信服，它將會以最適合你的方式來安排你的人生。當你把已承認並宣告的情緒釋放給偉大意識尋求幫助時，你不需要討價還價、乞求、進行交易或做出承諾、折衷、妥協、操控、閃匿其詞、請求寬恕、感到內疚或羞恥、活在後悔中、受恐懼折磨、找藉口。
之外，你也不需跟偉大的意識開條件，譬如你應該如何，或假如這樣會更好。你無需對這個無限本質下任何指導期。如果你這樣做，你又重回到以你的方式行事的企圖，自然而然，它就會停止對你的幫助，以便讓你行使你的自由意志。而你的自由意志是否能如你所預期的奉行呢？所以放手吧，讓自己順服於真心、謙虛、誠實、肯定、清晰、熱情、信任，然後得以解脫。心悅誠服地拋開你想放手的情緒，託付給那個更偉大的心靈，並且明白他將會為你達成任何任務。當你的意志符合他的意志，當你的心靈匹配他的心靈，當你對自己的愛等同於他對你的愛，他將回應你。順服帶來的附加作用包括啟發、喜樂、愛、自由、敬畏、感激、富足。當你感到喜樂或生活在喜樂的狀態，就代表你已經接受了你想要的那個未來成為現實。當你仿佛活在觸土以回應的狀態下，這個偉大的心靈可以透過不尋常的方式來組織你的生活，做他最擅長的事。假設你所面臨的某個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你有何感覺？假設你確定某件很棒的事即將發生在你身上，你有何感覺？假如你毫無疑問地相信，那麼你就不會再有煩惱、憂愁、恐懼，也不會有壓力。你將得到提升與解放，你的前景可期。假如我告訴你，我下個禮拜要帶你去夏威夷，而且你知道我是認真的，你難道不會因期待而開始變得雀躍？你的身體就會在實際經驗發生之前，開始在生理上做出回應。量子心靈就像是一面大鏡子，它將你接受和相信為真的一切映射回你身上。因此，你的外在世界就是你內心現實的映射。落實到心靈層面，你所要建立的最重要特觸連結，就是明白它是真實的。想一想，安慰劑是如何產生作用？你現在已經知道。我們有3個腦，使我們能夠從思考到實踐都存在。我們經常看到或聽到吸受式的患者認為是藥物的安慰劑，在他們產生病情好轉的想法後，會開始表現出已經好轉的行為，然後他們會感覺身體好多了，最後身體真的變好了。這就是因為他們的潛意識心與宇宙心靈相接，開始改變他們的體內化學反應，回應了相信會恢復健康的新信念。同理可證，只要你相信量子心靈會回應你，就會得到幫助。如果你有所懷疑，或者變得焦慮、擔心、氣餒或過度分析這種協助可能會怎樣產生，你就抹殺了原本所達成的一切。你成了自己的絆腳石，你阻了偉大心靈對你的幫助。你的情緒表明你不相信量子的可能性，因此神聖心靈為你策劃的未來就會跟你失去聯絡。因此你需要回頭再重新與量子心靈對話，仿佛他非常了解你、愛你和關心你，而他確實如此。準備信服，現在閉上眼睛，開始複習想對偉大心靈所說的話，回顧一下你所寫的內容，這樣你才可以把你的局限性交給他。你越是活在當下，就越能專注。當你開始在內心朗讀你的禱詞時，請記住，這種無形的偉大意識一直在留意與覺察着你，他會注意你所想、所做和所感覺到的一切。請求幫助並移交你不想要的心理狀態。接下來，請求宇宙意識帶走你不想要的這些心理狀態，並將它重組成為更好的心理狀態。在你做完請求之後，就把這份聲明交給這個更高層次的心靈。有些人會想象在內心打開一扇門，來把這份聲明傳出去；也有些人會想象把它擺在一個漂亮的盒子裏，然後讓它融入更偉大的意識之中。
你要如何想象都不緊要。至於我的做法，就是要簡單地放下。真正要緊的是你的意念，你越是真實感覺到連結到一個充滿愛的宇宙意識，並藉着它的幫助來擺脫你的舊自我，你就越有能力管理你的想法，越能感受到擺脫這種情況的喜悅，你也就越來越趨近一個更偉大的意志，包括他的心靈以及他的愛。感恩，一旦你完成了你的禱告，請記得在體驗之前就要心懷感恩。當你這樣做時，你正在發送信號到量子場，告訴他你的意念已經成熟。感恩是如實接受的最高境界。第二周靜坐指導，現在你已經準備好進行第二周的靜坐課程了。在這裏，我建議你按照下面方式來進行你學到的所有步驟，或許你會對結果感到驚訝。步驟一，首先把引導技巧完整地進行一遍，然後習慣及熟悉這個過程，以便進入潛意識心。步驟二，接下來覺察你想要改變的身心部分，認知自己的極限，也就是說，你要清楚界定你想要解除記憶的那個特定情緒，並審視由那種感覺所驅使的相關心態。步驟三，繼續下去，向內的更高力量承認你一直以來都在扮演誰，你想要改變自己的是什麼，以及你一直想要隱瞞的事。然後向外宣佈你正在釋放的情緒，以便把身體從潛意識心解放出來，並打破你跟環境外在因子的情緒連結。步驟四，最後讓自己信服偉大的心靈，將自我之限的狀態交付給他，並請求將這個狀態以最適合你的方式解決。在本周的靜坐課程中，你可以個別練習這些步驟，直到你變得非常熟悉到能將它們合併成一個流暢的過程，然後你就可以前進到下一步。請記得，當你繼續在靜坐過程中增加其他步驟時，永遠要從這4個有意圖的動作開始。